沙龙吼，台语沙龙，我加一个有例讲，希望恁迄个有修行跟转去安尼咯。台语沙龙我拄听讲，阮院伫18摆，所以已经收年半吼，一个月一摆，所以阮已经收年半，啊，欢迎这社会人士来甲阮讲台语，咱一个台语沙龙的所在讲台语。啊，今仔日咱真荣幸，请到这个吴国珍先生对吧？这我。就从后来实在，我20岁我熟悉，因为读这个时阵就伫这方面的 TNT 主持这个台语节目，20岁少年囡仔在台语晓讲，迄阵差20岁上好讲就是伊啦吼，啊，这更40岁较有啊，这中年人啊，这中年人啊吼，啊，但是伊一直从事这个台语歌的研究，台语研究嘛吼，所以我知影伊这台语歌是真专门的，啊，伊本质是。阮的头路是做行销嘛吼，新达票的，真大新营公司啊。现主时，伊那个伫个公共媒体里有真活动的，就是迄个历史和平拜六礼拜有一个迄个台语歌的节目，啊，搁迄个台南线顶的收音机就是电台嘛，一个迄个礼拜日的节目，所以人伫台北，节目是伫台南。吼，啊，这台语歌就是伊最专门上心爱哈，所以咱今日真欢迎请吴国珍先生来甲咱讲所心爱，嘛是咱大家所心爱的台语歌。我卖用卖开啦吼，因为主办单位吼，主办单位吼，算讲看我较细汉，所以用这间吼无介大间，所以应该安尼讲大家拢听有啦吼。迄咱的主办单位即个王小姐讲。从来拢袂惯势讲我讲话，因为我拢讲实话啦。拄啊，曲老师咧讲诶，讲今拄啊18场啦吼，我咧讲诶，恁可能听无啦，但是现场应该有一个人听有，王大哥吼，因为伊为虾米讲伊听有？因为我看伊面就感觉应该伊听有，因为伊咧跋筊啊。今日就是18嘛，对无？哦，所以今日18场找我吼，拄啊算恁听会着算恁好运啦。真诶，啊尤其。今日个龙眼机伫遮呢，虽然讲场所毋是足大间，啊，毋过咱即个龙眼落来吼，连讲是向全世界50个人来广播呢。即马无直播啦吼，无直播就无彩啊。因为我等下讲个得失人吼，恁若直播，迄个人随来甲我输赢，恁就有好戏通好看。啊，今仔日我先伊讲吼，即马7点半，咱天龙港吼有足侪贵宾，我爱袂使。袂使无礼貌吼，我特别感谢每一位拢是我的，真感谢恁专工来，啊，真感谢恁专工来。啊，等下我会提起中间咱有真侪贵宾，拢是伫工作上真甲我支持的人。我等下伊来介绍，毋是讲专工甲因介绍，就是讲我著做遮个工课，啊，我著得到因的照顾。等下我讲即个过程的时阵，就会来甲因讲起。毋过我要讲一项，就是讲拄啊，曲老师有咧讲我的本图是咧做广告。其实我的迄个公司吼。是叫做真啦吼，我我的名啦吼。啊，第2吼叫做达啦，我叫做真达实业有限公司啊。啊，为什么有做真达呢？你敢知为什么？就是真达台湾的就叫做精达啦，老师是安尼啦。啊，你开公司就是爱精达，无你为着啥？就是爱精达嘛，我家己安尼号的啦。啊，本来是咧做广告，啊其他有淡薄仔时间是咧做广播。啊，我广播佫毋是正叫的。我这是插花仔啦，正叫的保险员，就是你听伊节目听甲真入耳、真沉醉，你佫会甲买产品。现场，即个现场有一个保险员报50档啊，就是咱的辉虎老师，坐伫后壁面。所以伊来遮，我本来伊是真正报我的老师迄级的，所以。伊来遮，我干来当讲一寡毋是正叫的话，但是保险员吼，你注意听，伊咧报节目吼，内底迄个内容吼，足趣味哦。啊，我记即个咧，就是讲吼，今日恁对7点半来啦吼，平常时啊，你若过去迄17场，有诶拢摕 PowerPoint 来报，拢安尼2点钟瞟一个，收一个就过去啊。但是你今日听我讲2点钟讲无啥。因为阮即个毋是正叫的保险员吼，讲话吼，拢互你感觉讲哇，逐句都足想要听，但是拢无啥物内容。即个
我会退票啊！我跟你讲，讲到这老师，我跟你说明一下。那这款的演讲啦吼，对阮来讲啦吼，事实讲是一字尔啦，软啊，是安怎好做软呢？为什么要做软？因为这吼室内啦，我若讲了含慢，你嘛歹势开门行出去。啊，阮所做务的经验是啥？就是开发老师这种的，空中唔知影谁咧听，伊个有在就敲电话来甲你买产品，这个无够，个有一款伫路边的来。指定拿中关注在别人座上建入来，之前观音来1000、1200、1200、1300，迄款的吼，你干那1秒钟无精彩，人就走去啊。所以这个对阮来讲软啦，门关起来无，你敢好势走？你若甲我无交情，你敢好势走？对无？你若讲毋是咱连咱讲甲我都有交陪，讲你走无要紧。无啦，那是讲这看起拢敢若家己的人。恁大家都好势走，但是认真讲的精彩哦，你唔通走哦。不过阮即个人真啊2点钟讲无啥物话啦，因是正经的啦。像阮即种较无水准的播唔完，都无甲你骗的你。啊，像讲到这啦，我讲较真，拢我袂讲到重点。我先讲吼，咱主办人的无啥意思啊。因为一般吼，小弟吼，外口面的演讲吼。所有咱南北二路，遮大家拢知啊。我是若无心啊，茶无啉啦。所以今日泡咖啡，我毋知啥物意思啊。改进知无吼？改进。哦，感谢，即摆个人要来就对啊。感谢，谢谢。请坐。特别介绍吼，坐飞机对日本来，什么日本来？你来讲，伊坐飞机对日本来。请坐。3点的飞机就到。好，3。感谢你专工来，感谢。正经的歹势。歹势。来，甲你讲2点钟听无做啥吼，举几个咧，互你听啦吼。时间咧过实在真紧，2017年梦年啊就消失去了，回想起来，好亲像是昨早日的代志尔。以上这拢假讲，拢废话。2017年都经过尔，回想起来毋是昨早日的代志尔，但是毋是敢若一句尔。拄啊，柯老师讲20当，回想20当前，现主是40通岁的我，只不过是一个20几岁的少年家，即句嘛假讲。回想20当前，我40几岁啊，你毋是20几岁的少年家，但是这20当来，我学到啥？我人生的作物，我人生的经验，第一，我去体会着讲，便若有1分钟经过，这个世间，就有60秒消失伫地球。这就是假讲的。那安尼20当来，我个体会着讲，建摆20当，有史以来中秋节逐月都满月，有史以来，便若是5日节，逐月都拄好热啦。那安尼，就便若是母亲节，逐月拢咧拜日。啊，搁有外口面你看着，四界伫咧行，大街小巷看着人迄个时钟叮，好亲像咱提醒时间伫咧经过。雄，我再来对甲讲，只要全世界每一粒的时钟12点拢拄我讲12个。哦，以上到遮啦吼，但是我要认真讲啊。啊，插花啊一个，我来你讲啦。今仔日就是因为王大哥来，我来讲这。为什么呢？因为伊前回去听我讲啊，我讲你今日来造成我的困扰，你今日若无来，我就讲一我较早讲过。为着今仔日来，我头拄啊加插一段话啊，啊，毋过2点钟正经讲无啥，因为2点钟要讲这7字有无？心所爱台湾歌，拄啊讲到心所爱，拄啊讲到差不多4字就结束了。台湾歌袂讲到咧，因为拄啊老师咧讲吼，这咱咧先讲就是讲。我自足少岁的时阵，我就伫台语团体咧行搭。头一个来大生来台北读大学，熟悉的就是陈芳慧后姐啊，陈明仁啊任老师，确实咧吼，所以二十几年来，就是拢一直甲因伫咧往来。啊，咱台语团体无去遐，我招我来做即个简单的报告。我当然爱甲别位所讲的小可较无共的，所以爱对心所爱来讲起。毋过为着惊恁听了感觉无聊，我是跳过来讲台湾歌的重点。第一就是讲，当然这嘛是讲互台语团体听啦吼。第一就是讲，我深深有一个感觉，台湾歌吼，这以下吼我讲的这个3分钟的话，是我
甲胡忠信就讲先讲重点，这3分钟听完你就当门开会出去啊，今日就会好啊啦。就是讲台湾歌对我来讲，也是讲以我的角度来看，日本时代，咱过去咧研究文学历史的人拢知影，有所谓讲台湾话文运动，就是有的人写讲爱写用中国的白话文，有的人讲爱用日文来写文章，有的人讲用台湾话的白话文。所以学者拢安尼写嘛，讲日本时代台湾话文的运动嘛，三派的人踮遐伫咧主张嘛。那张我军伊就是讲爱写中文的嘛，啊黄兆辉就是讲爱写台语的嘛。啊，毋过在我的角度来看，对台湾话文运动以来到即摆的台语文运动，所有用台语写文章的即个训练，用台语写文章的训练，台语歌的歌词是互使用台语的母语人士检验的最彻底的一种文本，就是讲，所有讲台湾话的人啊，吼，恁足认真写文章啦，有时啊伊读袂着啦，但是台湾歌的歌词，伊足容易听着。啊，这毋是讲干那台语安尼啦。你张大春敢若出名嘛是，较输方文山的传播的频率嘛，讲艺术嘛。啊，毋过老师，今仔日谈遮各有录影，我就直接讲啊，就是讲，足侪台语的作者，写台语的诗，写台语的文学，写台语的即个小说的人，对台湾歌的歌词，拢真疏远，这是我真感慨的所在。啊，我直接来讲，就是我的体会。为什么我讲这是互台湾的大众检验了上界彻底一种文本的类型？因为因遮的人咧写歌做歌词吼，毋是写五路的。遮个人写歌做歌词，就是我拄仔咧讲的，谈江湖咧走跳。今仔日生意若做了好，来一千员工对1000花起，1200、1300、1500好，1500好，无要搁加啊吼。昨买着1800，毋通干交，1500包过。事实大家拢卖1500啦，但伊遐讲昨买着1800，毋通干交啦。安尼迄个买着1500，伊才会甘愿讲我今日买着俗啦。所有这台语歌的作词家、作曲家，台语歌产业界内底这从业人员，就是伫江湖咧拼的啦。就是伊今日若生意做了歹，伊嘛知，伊永远巴肚就爱下起来。有钱食免，无钱免食。伊永远，伊若一仙关公，一仙观音，一仙即个淡薄卖无出去，永远就下达。这作词家、作曲家嘛是呢。伊若今日即题作品无着，后地人就无一定搁找伊写啦。所以我搁补充介绍，台湾台语歌词写上济人，台语歌词写上济人，搁写了伊的作品，讲起来这个毋捌伊的都实在袂使。毋是台湾人，正经个啦，你绝对捌听过伊的歌啦，就是姚准年老师，伊的千金吼，叶赛英大家，好感谢。啊，你有注意无？我无叫你拍扑啊，迄你自然拍的哦，因为我毋是讲头前先介绍一段了后讲向来，毋是，我是讲到的顺续介绍，这叫做技术啦，这叫做技术啦，因为阮做广告的人就是爱互你。不知不觉的买单啦，所以我今日讲，较别类讲拢无共啦。啊，毋过嘛是有一寡相共啦。第一，我拄仔咧强调，就是讲台语歌词是互所有台湾的大众检验了上彻底，这条我就袂使无着。伊若无着，连讲即个作词家、作曲家，伊就无饭通去食。所以我定咧讲叶准年老师也好，洪一峰也好，包含恁所在每一个歌手。伊拢是为着伊的名声，为着伊的地位伫咧经营，无毋对。但是，因咧创造着家己的名声，宣传着家己的地位，同时间散发出来迄个艺术的光芒，就互咱百甲嘴。因为这是啥？这是台语语言的艺术。咱要求的，咱期待，咱毋通咱咧拼讲台语文运动，敢毋是咧做这？就是好的台语的文本。爱摕出来广告，搁较侪人知嘛。到目前，此时此刻咱咧演讲的即个时阵，啊，搁有足侪人足拍拼咧写台语歌词，足认真咧写的人啊，搁足侪。我记一个咧，
江志峰，我甲访问的时阵，伊就写我问天，我问天，江志峰坚持。有人出世着好命，阮是用命咧打拼。大家拢捌听过对无？歹势，王小姐足实的，今日正月初3新年，算恁歹运。因为王小姐连到我正月初3，我歹势甲提示，我一般拢迄落啦，月头吼，我歌声较歹。所以算恁歹运，我若差不多到正月15时，歌声就无共啊，就无迄个缘分无法度，吼，所以歹势，你就莫怪王小姐，所以王小姐拄我讲的，讲因吼，迄个因迄挂问的拢对我即个开口较袂合，啊有影，因为我拢练消话，啊虽然练消话啦，看起来是无正经啦吼，毋过实在讲就是讲，我旧年。每一项拢是共款，拢是伊的背景、伊的训练出身所造成讲伊的作风。我9年以来，我对我来讲，拢是遮个产业界的人对我真疼痛。因无嫌我讲是外行，因拢甲我当作讲是家己。遮个产业界的人，广义来讲，因就是啥？就是江湖人，就是走江湖的人。讲到遮，我插一个话仔咧。台湾歌的歌词内底有足侪迄落台湾话落去理解，你若无用台湾话落去思考，你会造成误会的迄个用语。比一个来讲，像台湾话咧讲的江湖人，我拄仔咧讲，即个走江湖、拍拳、卖膏药，即个人就是叫做江湖人。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虽然是做兄弟，阮心也真稀微，对无？人在，你甲我共款呢？你原来迄落话头声较歹呢？这原来是我学生，我才会使安尼讲啦吼。感谢欢迎你来，这若无熟悉安尼讲，就变面来咱开门出去啊。但是我等下袂阁讲像我的学生啊，无甲咱讲拢我家己老人来的，搁对无？搁来等下袂使讲我的学生啊。嘛会我的大学同学来了，真的，阮迄班的榜首嘛来，阮迄班的1号，阮迄年考调第1名考调嘛来，所以我算做人都袂歹。哦，我主办单位即马算伊也排袂落啊吼，有快无？来，虽然因吼我啉的是咖啡，但是我甲恁教一个知识，人迄。单月琴念歌的人有无？噔，我来念歌咯，互你听哩。无要捡钱啊，免着惊咧。认真做人，搁着拍拼，好死老皮啊，人老命咧，对无？噔，伊咧弹迄个过门有无吼？迄个时阵吼，你听着伊咧弹过门，你着爱把迄个伊无咧唱的时阵，伊咧弹过门的时阵拍鼓啊，迄就是听念歌的礼貌。啊，人个音乐会敢毋是安尼？人个演奏你敢袂使拍谱啊？就喺中站对无？人无咧演奏，你才来拍谱，迄个礼貌。所以演讲的人若咧啉茶，吼，你就喺。虽然是咖啡来讲啦，吼，毋是什么茶啦，你家己来看，吼，较知影表现的。但是我讲一个啦，吼，迄落安就好啊，吼，有拍就好啊，毋通搁拍，当然毋通搁拍，吼，毋通搁拍，因为我惊迄个未来看录影的人感觉讲。恁遮个人安尼抛啊声，吼伤过频率伤悬，安尼毋好吼。所以我继续报告，就是讲第一，台湾歌的歌词是上好的台语教材。我拄仔咧讲，江湖人即个词是走江湖的人，对遮艺人来讲，广义因嘛感觉讲，阮是江湖的人咧。啊好，啊你甲我讲啊，若浪漫要安怎讲？台湾话这歹囝，台湾话安尼讲，对啊。佚佗人因何你那咧怨叹？是毋是你的心沉重？后悔走入黑暗巷，对无？阮大学的时阵啊，拄啊，柯老师咧讲，阮去咧电台做节目，这改歌有艺术啊。这条歌，我看即马伫德国咧读书的，台即个农化系林中志好朋友，看即个丹高港的即个。电吉档，恁拢叫电啊！阮三个去 TNT 做节目，这条我两个改啊。台湾人因何你那咧怨叹？是毋是你的心沉重？
后悔做一个中国人。你要再交改嘛，对吧？这个毋是干那安尼尔，你若是台湾人，毋通搁在心茫茫，坚持信心甲希望。唔通搁做中国人，迄阵迄阵1996年哦，你选总统，毋过后壁搁改哦，唔通选互河道的人，支持台湾的海洋，真的啦，台湾的海洋吼，你看为着要斗牛，拢去找迄个字啊，好啊，这拢往事啊啦吼，我要讲的就是讲，台湾话咧讲的，这认真讲的，台湾话咧讲的，迄佚佗人吼，歹囝兄弟，所以正经迄个。江湖人是较广义的，我搁记另外一个，这条我若有人袂晓的啦，咱大家改善啊。现场若有人袂晓，咱大家改善，讲到遮就好啊。加半无，要拼一个无？咱若大家拢会晓，咱讲到12点好无？恁老母拢无甲你教，讲叫你毋通后壁甲人跋筊，对无？我看有人咧点头，啥物？这条恁保证恁拢会晓啊。8月15迄一天。来，要离开琉球港，这条歌做啥？顺清曲，行船人的顺清曲，敢若行船人这3字，我写过一个小论文，发表伫咧迄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文史学报的第1期。我记这个咧，行船人这3字伫台湾歌有2种，诗有2种，这你唔知啊？感谢哦啊！本来加比怎啊说变地滚水呢？你袂使得失主办单位就是安尼。只啊你莫安尼啦，我甲你讲，因为我吼三句无讲3句无5句正经话啊。但是我这就是讲，我的背景就是爱学，敢若学白讲啦吼。啊，毋过事实我有足侪体会是，拍俏谈的中间要甲大家报告的。所以你毋通感觉歹势，也毋感觉，我感觉尴尬安尼吼，我学白讲的吼，大家较爱笑安尼，因为讲到这，我就爱感谢叶法官，因为我吼自开始做头路，我敢若我过去敢若一个头家，就是永早10几年前，恁捌看过，我伫台艺电视台有做带状的节目，拢咧讲政治的评论，啊，我若拜6礼拜咧访问歌星或者台湾新郎。我拄开始做头路，拄我敢若食过迄个人的头路，就是电视台的董事长，过来就是家己开公司做广告，拢伫外口咧走。但是叶法官伊成立文化公益信托叶准麟台湾歌谣推展基金的时阵，法官伊是一生拢咧做法官，所以伊互我的训练是真贴实，就是讲你甲即个公务机关安那直接爱照步来，啊，阮拄好拢从来都毋捌甲公务机关直接的人。对外口拢家己母的，啊，毋捌互国家照顾着啦吼，所以真正感谢法官，真正较真吼，我真侪牵挂。好，讲完头，我拄仔咧讲，行船人有2种，文戏，恁拢看过，较早迄个黑胶唱片，文戏吼，我是行船人，风流的行船人，少年的行船人，恁拢捌听过遐个歌？文戏行船人，举吉他，戴迄个马弗兰领巾吼，穿迄个水手的衫，对无？文戏行船人，伊逐条行船人拢咧写这，迄种日本原来的歌，伊的歌嘛是即种主题。经过文戏加工再制，真侪歌词用台湾话甲写过，所以伊的迄个内涵拢要挖。共款即种的行船人，这叫做行船人。但是你用，莫讲用头壳想啦，你安尼目睭刻起，你用30秒感想，你嘛会知甲讲。对呢，国情啊无讲，可能我无想到。国情啊一个国有影呢，迄个放马虎啦，举吉他，踮船顶咧弹吉他，迄款的行船人。甲迄个8月15迄一天，迄个人形体敢若无啥共。但你拢举吉他，放马虎啦，就无啥像。哦，你笑了上大声。你莫计是我看无，你挂口罩，但是你的动作迄落，吼，笑甲你错，你甲看。但这毋是阮同学，真正吼。虽然伊挂口罩呢，我知影我袂认伊，我今日初熟识的。这真正毋是阮同学嘛，毋是我学生，这无同源的啦吼。好，但你拢的行船人是啥？对无？在台湾歌的行船人竟然有2种啊，你有发觉无？所以恁
写台语文的人、写小说、写诗、写散文的人，爱去研究台语的歌词嘛。但是偏偏这台语的作家对台语的歌词足所谓。我莫讲看轻啦吼，因为个人的心理我毋知，但真正对台语的歌词足所谓。好，陈立农行尊人是啥？陈立农行尊人就另外一种，另外是毒啦，迄个做讨害啦。但是台湾人，台湾歌嘛是写做行尊人啊，对无？台湾歌内底行尊人竟然有两种，江湖人，毋是干那咧讲兄弟啦，我凊彩记啦，即种类足济啦。你若台语歌词，你甲听，你就会感想讲，为什么互台湾人会感动？好，过来讲一个修辞上的特色。今仔日语言学的博士老先贤坐伫遮，你看伊拢毋敢，伊拢毋敢互大家看。新科博士，新科管理在对。因为我足钦服伊啦，吼，伊真正是我足尊敬的人。啊，这毋是讲客气话，就是讲去年我看到伊一句话吼，较紧，差不多即个2个月月，头尾我应该演讲，落外口安尼有诶无宣传的吼，应该轻轻的，较紧应该原来7、8场有啊啦吼，我拢照伊即句话来讲。啊，这是诚心诚意讲的，就是讲，确实。有足侪人咧写台语文的文章的时阵，伊毋是用，伊是用家己打扮做别人的形体，伊毋是表达台语的水。毋过台湾歌就是一直咧表达台湾话的水。我讲台湾歌的修辞的特色，我先来讲这。台湾歌吼，伊即个歌词吼，一堆啦，都所有互你会感动的歌，伊咧写歌词迄个角度，写歌词迄个手路。拢干那一步尔，这江湖一点歌你知影？讲完，哦，我大海有小弟嘛来，恁莫安尼，恁来敢若拢我家己动员的咧，对无？感谢，我安尼我算做人，我咱袂歹啦吼。所以主办单位迄落，今日安尼算失败啦吼，无闹亏啊。啊，毋过练工吼，我甲你讲2点钟员讲袂完，你若会使啦吼。20点钟，咱来处理一下，对无？因遮人，我讲因遮人绝对毋敢讲无用啊！我看因的面嘛知，对无？因拢会无去嫌我吼，我若少会过来。啊，好，我即摆紧讲翻头，就是讲，迄个台湾歌的歌词的特色一项，4字尔。叶俊麟老师写遮侪歌吼，你注意甲感想，4字尔，见景相近。希望你来相信男性的心情。这是叶俊麟老师写的，请你信赖我。虽然是踮在异乡，艰辛找坚定。我捌访问过台湾歌的作词作曲家陈鸿，伊写的歌拢足对的，也可以连迄个天星伴天涯，嘛是陈鸿老师写的。啊，佫有同为迄个黄昏的落山风，迄嘛陈鸿老师写的呢。佫有单对迄个歹歹啊嘛是事啊相机。我讲老师，你较介意你家己倒一条作品？伊甲我应啊，伊讲我家己作品我普遍，无讲迄个特别介意的。我足介意一寡较早老歌的歌词。王老师，你记一个来听咧，像讲迄个请你信赖我啊。哦，你哪会介意请你信赖我？陈鸿老师讲的迄句拄啊好，下我的心底，我嘛上介意就是迄句。第2拍，请你信赖我，叶俊麟老师作词的。希望你放了心，毋通来怀疑。虽然是耽误着你空过青春期，你是我的只有一个相爱的情侣，毋想你到底是要叫我想啥物？伊讲我上介意迄2句，讲做毋想你到底是要叫我想啥物？这就是啥？这是台语歌词的特色。我跟你讲，这是上平常的话，你听到会起鸡母皮。啊，这毋是个案，这毋是个案。苦少写迄个落声来响。船顶星，爱人啊踮船边，毋甘分离目睭盯着伊。有话要讲趁钱时，卡输袂讲后生边。今日正月初3，我声较歹吼，扭袂起哩，你莫紧我。全无意来暗暝生，落声若响，落声若响就要离开。你拄仔听着讲，
全无义哪会安尼生？这拢是平常是常普遍的话啦。我搁举一个，你拢知啦。若有人毋知即摆解散，若知伊讲到银行2点，我保证你会搁留条的啦。你会歹势开门走啦。即条我保证你拢知啊。有一日咱若老，找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医疗甲你写出来。啥叫医疗？医疗毋是碰医，医疗毋是医骨头啊，医疗嘛毋是塑胶医啊，医疗就是医疗，伊甲医疗写出来，互你看到迄个景，这就是台湾歌写歌词的人特色。拄啊，咱咧讲的，叶俊麟老师、陈达如老师，因才前辈，因写歌词就是即个特色。年久月深，留落啥物款，互下辈要作词的人，伊会听，去浸伫迄个环境内底，体会讲原来台湾歌安尼写，才会趁钱。啊，我拄仔咧讲的啊，为着伊的名声地位啊，但是伊。为着经营家己的名声，发挥家己的地位的时阵，溢出来，迄个艺术的迄个魅力，咱着把甲嘴，咱着把甲嘴啊！你讲伊是艺术家，毋是，伊嘛讲伊家己是艺人，毋过伊迄个艺，伊迄个艺是因为你对台湾话有感情，所以你会感动嘛。席慕容有一条歌蔡琴唱的，对无？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迄个副歌，你免紧张，因为我今日声较歹，所以我直接跳副歌快转。伊讲，迄个只有那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捌听过对无？因为台湾话讲的嘛，因为你听台湾歌。这个人教写歌词，是因为你对台湾有感情，你会感动嘛？啊，席慕容讲的，你听《出塞曲》，你袂感动，就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咱嘛坦白讲的，所以你袂感动啊，对不？你毋知影讲原来，迄个台湾司机接歹，阁有人有才调一档免收据，就当领15万啊。但你就袂感动，你袂做迄种代志啊，对不？无法度啊，因为角度都无共，所以。你听台湾歌会感动，迄是因为你对台湾话一生拢咧使用这个言语，啊，这个作词家一代传一代，这个作词家，伊就是将这个言语发挥伊的作用嘛，语言两种的作用嘛，一种就是业法管理内容的讲道理嘛，伦理甲你说服嘛，一种就是抒情甲你感动嘛，啊，有诶较含慢。交男朋友、交查某囡仔、交查甫囡仔较慢恋爱的，明明是爱抒情的时阵，拢用功利的，无怪交无，对无？啊，但是这个作词家伊就是足够，互你体会迄个歌词内底迄个气氛，互你见景伤情嘛。叶俊麟老师会请你进来，我是安尼。陈达如老师。莫讲迄个恁拢知，神清花人转洋装，风吹金发树情浓，对无？莫讲即条，即条算太普遍啦。这算我那新时代女性50当前，恁拢会晓唱50当前就年头毛啊。第二句歌词就讲风吹金发树情浓，对无？50当前就年头毛，无敢毋是？毋是年头毛，无哪有金发？哦，爱脑壳，啊，谁啦，你会知？谁啦？因为伊后壁歌词有讲嘛，对无？啊，但是迄是恁台湾歌，无像我遮认真研究，恁研究了较无像，较无我的头。那我的研究这角度就毋是讲荷兰的专利啊。伊内底歌词安怎讲？伊讲想起情浓想自己，毋知定亲啊20年，思念想袂起，只有金12。互阮母亲做为记，对无？放阮师生离，听母带讲起，愈想不幸愈来比20当来，因后朋友转来无？到底现在死也死，对无？啊，伊是荷兰的准医，荷兰，伊是荷兰的啦，你无研究啦。你莫看到金发就讲迄是啥物荷兰的，伊是荷兰的，迄个
都欺骗恁老母无？迄是啥？迄是时代的关系啦。迄较早歌词都袂使安尼写。好，讲一个认真的，拄爱算插话啊，真正伊是荷兰啦，我莫白想。讲一个认真的吼。陈达如老师还有另外一条歌，叫做《青春必须听》。规条歌词你见面，第一拍开始甲你讲，就是我拄仔咧讲的，敢若电影咧，剑剑相正。公路嘅暗暝，东边只有几粒星。为什么你会知影东边只有几粒星？因为电影的镜头就是翕伫遐嘛，东边只有几粒星嘛。哦，镜头慢慢啊刷，看到阮目屎滴，毋敢出声多看天。因为你即个人咧看天，伊毋知影东边只有几粒星。想迄时双人结合好情谊，想今日身躯。毋是普通事，到第一拍的歌词收煞才甲你讲，想今日身躯毋是普通事。过来毋免讲，这就是恁拢知，因为最后这条歌头前拄仔3拍歌词收煞的时阵，到第3拍的歌词，伊就甲你讲，阮一生毋知幸福也是悲。青春必须曲，这就是咱陈达如老写歌词的所在。讲到这，我工商服务一下，我差不多，就是因为辉浩老师的关系，差不多正经这部讲笑，差不多2年前甲老师熟识吼，才知影歌，才知影讲台湾歌真正有迄个专家达人。老师50年来的歌，拄我敢若伊去做兵迄3年，伊较毋知尔。50年来的歌，伊就安尼毋知啦。啊。我有请教老师一条歌，就是讲，我有找到，迄就是老师去联络迄个盲人的歌手，哦，迄个较早一个盲人的歌手叫柯半，啊，已经过身去啊。啊，老师摕着伊的资料来，伊所参加即个制作，伊所主笔写典故的即个古早味的台湾歌，丁文琪先生主持的即个节目，咱拄啊进行到8点8分，伊的节目拄啊播到8点。伊逐工拢咧播真好听的老歌，啊，拢是较早旧曲盘转的老歌，就是老师去找迄个盲人的歌手吼，伊录一首歌叫做《地火之乱》。啊，我听着我讲，这条歌有够赞，迄歌词有够赞。我真硬去拼，我连拼着讲，原来我以早就已经捌看过这条歌词，我家己袂记的。较早，也法官伫2007年的年尾。2008年成立文化公益信托叶俊麟台湾歌谣推展基金，简单讲就是一个甲基金会同款的组织。啊，叶法官将因爸爸永早留落来遐个歌参加著作权的公开播送的集体管理团体所分到的即个著作权的费用，拢捐出来成立即个基金。头第一代头起先组成的时阵，就是咱的李玲慧姐嘛是内底咨询委员，啊，无去嫌无哪叫我去遐参加，其中会去参加引进就是孙德明老师，伊是一个我足钦服足崇拜台湾歌谣研究的专家。讲到这，等下我就搁讲，即摆有足侪台湾歌谣研究的专家实在是无甲得失袂使。好，等下再讲。孙德明老师伊较早就捌印歌谱，我讲。搁怎啊？这你摕转印，陈达如的歌谱，就有即条啊。原来伊的原版的歌词叫《夜地花》。我讲一下，因为即摆我搁还袂找着老唱片吼。较早第一个版本是谁录的，我袂找着。啊，恁甲我斗注意，所以我工商服务一下，拜托。讲一个陈达如写的歌词，3拍尔，你感想一下。伊第一拍歌词吼，迄个伊讲青红灯，地点仔内。西装抹粉，面笑心悲哀，受人侮辱，暗暗流目屎，抬头看见所爱迄人来。这第一拍。本来你感觉讲在咧描写烟花女的心情，结果带一个希望，抬头看见所爱迄人来。迄个第二拍讲歌对阮，这个歌就是对爱情的称呼，歌对阮。费心神，真情对阮，情加阮悲情。青红灯脚毋是好光景，
望高自重，毋通误坚定。后啥吼？甲第三趴，伊讲爱情好，相疼痛。你是一个聪明读书人，毋通为我放荡学业吧。我愿为高改道做女工。你看有感动吗？这三趴讲一个故事，一个所有的情节拢伫这三趴内底，就是写青春悲喜剧、写安平对象剧的单独。所以我定咧讲啊，500年后、1000年后，即摆这30秒以下这句我发明的。你若摕去别类讲，爱注明出处啊。500年后、1000年后，台湾人哪个伫咧啊？叶俊麟、陈达如，包含讲新时代即摆有足侪作卡饼作词的人，像我足钦服的武勇老师。因这人500年后、1000年后，台湾话哪个伫咧？因就是啥？就是苏东坡，就是李白，就是白居易，就是杜甫。过去的宋词，敢毋是写互方拔张所的人唱的？这就是台湾歌的价值啊！啊，成贤兄咧甲我讲，拄啊，我，若别人主办的对无？若7点半演讲，我就7:25分才来。这咱家己的所在，我较早来的，表示我的诚意。嘿，所以我是坐甲成贤兄开讲，伊讲，哦，我感觉你对台湾歌真正有投入，有咧研究，甲学了。我讲毋是因为咱的看的角度较相像。对台湾歌收集的人足侪，但是咱关心的是啥？咱关心的是台湾话爱搁复兴。所以500年后、1000年后，台湾话哪个伫咧？这个人，这个作词家，就是苏东坡，就是李白，就是白居易，就是杜甫。我讲看有道理。所以恁爱拍拼，台湾爱互老调，爱讲互少年人听。个无名氏，人做两条足好的诗，但是无名。对啊，对啊，所以咱爱甲这，台湾诗，咱爱甲这资料找出来啊。绝对，我甲你报告，除了讲是。念歌吼，迄个小报歌，一边看过，一边论，即种的以外吼，绝对向下的，阮认真来找，一定找有，一定找有，无迄个讲无名氏啦，吼，阮拍拼来找，回放老师来找，一定找有，嘿。无啦，较等下咱再来讲好无？吼，较等下咱，较等下中站吼，我咱来甲你请教，即站搁我搁互我占一点仔时间啦，吼，这就是讲。所有一切，台湾话若老调的，你就会去体会，用台湾话甲变做一种艺术的形态。台语的歌词就是，从考验了上彻底。我未讲完哦，我拄仔讲较紧，我要讲台湾歌的特色。我未讲完哦，我讲第一，见景上正；第二，台语歌词的特色，佫有另外一项，拄仔好就是甲。这学者，这台湾的本土的这文学系台语文的这个博士班，因咧研究的讲，台湾的这文学，因有一种写实的传统，迄是相像的。因为见景上正，你所写的歌词，你是爱实景，你是爱。一步一步，互人家看有。现主时的北京语的流行歌，拄啊好，对这方面较无注重。华语的流行歌即马现主时哦，上流行、上迄道遐个歌吼，因所行拄啊另外一个路线。拄啊我咧讲台湾歌，甲真侪学者咧研究的台湾的文学，因的传统、写实的传统。相像，共行这条路。对日本时代，陈君玉因开始咧写台语歌词，就是行写实的传统这条路。北京语的流行歌拄啊颠倒变，北京语流行歌若迄个上迄道的，上流传、上普遍的，拄啊好拢加无减无，一定运用抽象的手法，你拢会晓唱的。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啥做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就是你咧困窗仔门无关过，娘照着你，叫你的梦就倒起来。迄袂使具象去比附啦，伊迄就是抽象的修辞，啊无就是拟人化。迄种技术伫华语的流行歌内底朴实即是。蔡依林咧唱迄个，我要给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迄个拟人化嘛。但是台语歌拄啊。
歌词只有足少数，只有一半句啊用抽象的修辞的方式尔。像我拄仔咧举例，恁拢会知即条歌啊，规条歌拢总敢若一句是抽象的，连迄个医疗都写出来，有写实无？敢若一句啦，规条歌敢若一句是抽象的。阮将青春嫁伫恁兜，因为青春是看袂着、摸袂着的。啊，即个咧相当的济，像讲詹雅文，即马大家拢知影伊是资深的歌后。永早伫咧2003年进前，伊是伫台中一间亚丽唱片公司较小制作，已经出120块专辑，连翻唱老歌已经120块啊。啊，毋过公司拢互伊家己，无我第2杯都还袂啉咧，无要紧。谢谢，哇，感谢哦。你看，有咧学乐就有进步。即杯抹茶对无吼？抹茶咖啡嘛吼，即个系啊。虽然共款看出来是茶包啦，咱嘛爱感谢。有无？有影，有影，啊，毋是嘛味的吼。好来，我继续讲。詹雅文伊2003年的时阵，加入一间大间的唱片公司，就是将叶启田、将陈小云、将陈玲杰捧甲大红、大迄度的陈伟祥，伊家己佮创办的大信唱片，所以加入大信的头一条歌《大风动》，恁拢会晓唱。这条歌嘛是共款，只有1、2句是抽象的，或者想厝的人，对无？恁拢知嘛？这上迄度的歌，我咧讲的嘛，互群众检验了上彻底，迄个歌词，互你上会感动的。伊毋只有后一曲，毋只有后一块专辑，毋只有迄度，毋只有名声，毋只有地位，毋只人会甲学乐，表演会甲伊请。迄条歌见面2句，抽象，想厝的人啊，风起白鹭，予伊的名，甘愿轰动。予人叫浪子啊，放弃爸母予伊的名，甘愿放荡，予人叫浪子啊。伊本来要做外国精，但是伊放荡，伊将这个名放弃，人拢讲迄浪子。干那即句尔，剩咧后壁拢是写实的。拜托故乡的月亮，照光回乡的路线，提醒你，对无？哦，恁拢会晓唱啊，毋免我佮加讲。这就是台湾歌词、台语歌词的传统。这就是恁这台语的作家、这写小说、写诗的人看袂起的台语诗的这台语作词的歌词的作家，因所立接起来，互台湾人上感动的一个传统。我讲这是足土的话，足无礼貌的话。你甲认真甲变，我上尊敬的吼，我真这是咱的好朋友哦。我大家拢足尊敬伊哦，伊也真正足认真咧研究。台语的学问哦，徐俊洲，俊洲兄伊伫 Facebook 讲，伊的台语的作家的即个名录，台语的作词家伊要评价1976年，我无机会甲伊会，我毋知讲为虾米伊要评价1976年，我毋知啊，因为在我咧看，包含讲恁的朋友，阮学生即辈，恁的朋友伫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毕业的李婉慈，婉慈咱的好朋友嘛，伊的硕士论文咧写啥？你毋是讲你知？伊的硕士论文咧研究2000年甲2010年这10档的台语诗，我印象是安尼。我嘛甲婉慈讲，你着爱拍破过去的观念，你干来研究遐个诗人的诗，插一开，你着爱研究作词家的事。我讲这是一支德国阿多一存在，是德式人的话呢，是找人冤家相拥的话呢。但是确实，台语的作家这人，足少对台语歌的作词家。我拄仔咧讲，我甲因毋是讲有啥物往来，我毋知讲因是藐视还是安那，但是足少正面甲看待。但是人写一条歌词用偌济心血，我拄仔咧讲江志峰，我也袂讲话。奇怪，哪会讲江志峰毋是拄啊见面7:05的时阵讲，哪会到袂讲话？啊，你着咧拖病甲插花啊！
无要叫你来遮听2点钟要听啥，对无？所以爱花瓶爱插花爱淋一寡味素。讲等下江志峰，人偌认真，我甲访问的时阵，伊甲我讲，伊讲我即条歌我敢若一句想无，我想1礼拜。伊讲我伫咱上phòng的迄条巷仔口影着你，我敢若想迄个影，我想1礼拜。人是安尼咧写歌词呢？啊，人自认讲伊较含慢骨力，人伊写1礼拜。啊，技术较好诶，像郑经理即种诶，伊写5分钟。人是安尼咧写歌词呢？人是用台湾话写到要互听众诶感动。啊，但是足少人咧重视即挂问的啦。人一条歌词用偌济心情落去接，讲我顶礼拜搁访问施文彬、阿彬、文彬大哥，伊即马逐年拢有出一块新专辑。伊甲我讲啊，我讲大哥，咱讲正经的，台语歌坛亲像你，有才调对情歌唱来到电音。唱来到迄落共口水、共喜人的闻鸡起舞，哦，遮侪技术，倒也晓，唱也晓，滚也晓，唱也晓，无几个。一般若唱情歌就唱到底啊，就足少人像你安尼。啊，武勇老师逐年咧甲你配合，伊写的歌词更加免讲。苏文彬大哥甲我应，伊讲，我甲破百啊！我讲大哥，有足侪作曲家，我若淡仔讲有得失人啊，但是我讲也无效，因为。可能各位也毋知影，迄是啥，迄是产业界的人。有几落个作曲家是，你敢若听着前奏，不用1个小节，你就知影即条一下。歌词嘛是啊，有足侪吼，迄歌词有影咱等下编来编去的。你听你就知影讲，这歌词都无啥物特殊的所在。但是武勇老师，伊是没有重复自己的风格。我听伊我天龙讲，我淡仔听每一条伊的歌词。我拢讲王老师，这其中有2句，你较早毋捌写过。施文彬大哥就甲我讲，即马剩2种人咧写台语歌，一种是为着新台票，因为时机歹到啥物程度，我等下来讲。伊就爱写量来维持伊的生活，即马拢卖断互唱片公司。为什么卖断互唱片公司？等下后半段我来讲。伊爱写量，另外一种是啥？为着热情咧写，伊看武勇老师拢是安尼。啊，但是。什么款的原因造成讲，咱台语的作家对台语歌词的作词家，遮尔疏远，我想无。我毋知影讲要安怎想啦吼。啊来，我继续来讲就是，拄啊，这位大姐咧讲的，除非就是迄种民间流传几百年的，迄款的无绝对拢找有主啦。拢找有讲像作词、像作曲，时间经过，足侪人投入来研究，咱就是慢慢的去找出迄个线索，讲啊，这条就像啥，啊，找出来你会欢喜啊，因为原主是啥，就有影你就爱恢复人的名义啊，这都有影人写的词、人写的曲，你就是爱该学咯，该肯定互社会知啊。啊，认真讲嘛，有足侪是安尼，一再向。进前的作词家、作曲家咧学步捡功夫，捡甲讲哇，竟然有才调，莲花化身，将较早有的歌词脱胎换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来证明，就是讲，虽然恁遮的台语作家对台语歌词的作词家、作曲家真疏远，啊，毋过人因家己行一路，搁互所有台语的。会晓讲台语的听众满意，因家己行一路啊，因家己有家己的传统啊。我拄仔咧讲诶，写诗的传统就是一种传统，敬敬相敬就是一种传统。搁另外一个啊，台语歌你有注意无？词甲曲互相配合，一定迄个词会甲曲带动，互听歌的人毋免看歌词就知影咱咧唱啥。这个传统对倒来，这个传统在我个人的浅见，这我去整理，毋知对啊毋对啊，搁需要搁考验。我相信是对歌戏啊，因为歌戏登台咧表演的时阵，伊是
无才调，互你看歌词。所以七二啊即款的曲，伊就是无共的歌词套落，爱唱无共款，迄个韵爱拗无共款。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改换素衣会中原，爱照台语的音来唱。拄啊，我咧讲啊，有一日咱若老，找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敖，这是台语歌词加一点点啊 melody， 加一点点啊节奏，加一点点啊轻重拍尔呢，完全是歌词带歌曲行呢。这就是台语歌的传统。叶俊麟老师因咧作词的时阵，日本曲啥来，三拍的歌词拢互你听有。心稀微在路边，路灯光清清，那轻轻照阮心情。迄重拍的地方啊，你注意甲研究，每一句跟台语的音韵拢是相像的啦。这就叫做传统。后拄仔咧讲啊，因已经家己形成一个传统啊。心爱的，紧转来。紧转来阮身边，这叫做思慕的人。下辈作词家会去捡这个歌词内底，互伊感觉较感动的所在，较雅气、较水的所在。所以紧转来阮身边，变做就叫着你的名，你看着你的相片。日日夜夜望你转来阮身边，不用老师甲捡来变做歌名，这就是因家己的传统啦。啊，讲到这，表现一个技术你看。拄好我讲这条歌，江辉这条歌上红的这条做啥？毋是啦，日日夜夜望你，啥物？转来阮身边，因为即马中站爱休困啊，等下爱转来阮身边。安尼有做技术啦，对无？好。拄啊，有开放时间表，恁偷走，恁拢无人走，迄袂用迄怪我，恁拢无走吼，迄恁家己甲问过人。咱去，咱无迄两个美女淡仔讲嘛，两个拢我安排好诶，嘿，啊你甲看，我徛伫遐迄个，哦，迄个我学生郑雅欣，迄正经。台湾话有一句话真艺术啦吼，我2008年吼，看就是叶俊麟即个过身10周年纪念的音乐会，我管你会记，我看县医院议员，迄个时阵是议员，阮做伙主持。我当然甲介绍出场，就是讲，这是台北市上拍拼佮上水的议员。伊嘛讲咱即个少年家对台湾歌真有兴趣，真有研究。伊今年还袂出，我随甲动，我讲于燕姐，台湾话咧讲今年还袂出。意思是啥？你敢知？台湾来讲的今年还袂出，就是清一色出了的人才来讲今年还袂出。我是当年都还袂出。我讲这个故事是要讲郑雅欣，我的学生，伊毋是今年还袂嫁，是当年都还袂嫁。目前嘛，佫无对象。吼，大家若有迄落看较适合的，尽量加小报。啊，我家己学生，我对伊的人品吼是真啊真学老吼。安尼有甲你讲过着啦吼，这毋是今年还袂嫁，是当年都还袂嫁，嘿，这足奇怪。这安尼内在遮好啊，搁安尼条件遮好啊，最一站时间，敢若拢无听到，也是甲我瞒骗讲无够，事实拢交几落来无得空对无？袂来今日是顺续来我遮甲看，等下要去对面的钱柜也无得空，所以我毋知嘿，但是真正吼好，你拢无走，咱讲完头。我拄啊以上咧讲哦。这拢是今仔日来遮有感而发，就是对心内体会讲，我感觉真想无对这台语界的这写诗写小说的人的一个感想啊翻头，过来下半站我专心来讲我对台湾歌的一寡观察甲体会。第一，我头拄啊咧讲，咱台湾歌本身有伊真侪年的传统，拄啊，我嘛甲大姐讲，上届起初100多年前，用台语发挥叫做语言的艺术，就是啥？就是单月琴、
走江湖念歌的人，伊有才调，敢若一支月琴，一支弦仔，讲一个故事互你听。啊，真幸运，即摆佫工商服务一个，换讲过我家己，我是真正今年还袂娶啦吼。即摆就真正今年还袂娶啦。3工尔啊，今仔3工尔到伊。无，若是我讲的，就是讲，即摆我爱讲我今年还袂娶。嘿，较早我是真正逐年都还袂娶，但即摆毋是要讲过家己这啦，即摆是真正今年还袂娶。但是我是希望讲较晚啦，因为你若互我伤早转去，我就还佫骗囡仔困，所以当遮我较自在啦。啊，就是即个2015年的时阵吼，即个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展览组诶赞助长，甲一个王小姐甲我联络，讲老师阮因为文化部有一个计划，啊，需要写一本册，或者台语流行音乐史。阮看看的吼，可能老师你来写较适当。我对喙第一我就甲问我讲，啊，你毋是有叫某人咧访问一寡老歌的作词家、作曲家？啊，对方也甲我回答讲，事实因的理解感觉讲，我较接近即个产业，就是讲有当时啊，这就配合着我拄仔前半站讲的，这个人拢是艺人，作词家、作曲家、歌手，这个人拢是艺人，拢是走江湖的人。咱两个若无熟无识，莫讲因啦，连我甲因偌久，我都有即个习惯性。咱两个无熟无识，向前方白方一个人讲，我是啥物人，文化部要来甲你访问，我阁互你来，我阁甲你讲2点钟啊。咱两个所讲嘛是上负面的代志。咱两个初熟识，从来毋捌见过面，今日初见面，我堪你讲拢嘛是上表面的代志，何况讲是走江湖的人。一个人访问对方2点钟，就要当作讲已经了解伊的一生，这就是啥？这就是现主时学术界研究台语歌曲的现象。真侪学者吼，因我拢真钦服，嘛真尊重，因拢是足好的人嘛，足认真教学生。干那一部歹，因拢研究台湾歌，因拢研究台湾歌。我讲的这学者，因拢是。台湾我会当摕来写论文，甲国科会、甲文化部请案的人哦，因就干那一部摆尔。这研究台湾歌的人哦，干那一部摆就是因无咧听台湾歌。真的啦，因我讲就上简单的咧。这叶法官唔知，我他妈拄好叶法官来，我公开讲，曾经有一个南部的研究生，因讲因教授叫伊研究叶准的。甲我联络，我就按将咱法官咱编的，甲孙老师编的30条，甲我编的迄个100条拢寄互伊。结果过半当伊卡来讲，我口试快要进行了，啊，我的教授说，只有这130首来分析哈，好像不太够。那老师你那边还没有资料，我想甲干掉。我讲恁教授教你共剩2首是无？这资料你毋免家去找你咧研究啥？我想甲干掉，我真。这是叶叶准人的看榜得失人，真正，但是我就袂，你毋通看我安尼，我是甲人斗阵，我的人是客气，大家拢讲我客气，但是我是碰到代志我是硬气的人。你若甲我争，我是会甲你大个换细。你老师甲你教你讲共剩2首是无？你研究的人毋免家己去找资料，你130条无够讲，较来甲我讨，你是咧讲啥？好，啊，这已经是上好的哦。伊咧贯彻伊研究指导教授的意志哦。这指导教授，台湾的学界啦，找无误的是对台湾歌有感情咧研究的，真侪拢是我拄仔讲的。访问你2点钟，就要当作了解你的一生啊。伊就当写1万字的论文，去国科会请1年的计划啊。啊，拄仔我咧讲，在我咧看，就是。高雄市这个单位找我写一本册，伊所讲的过去因配合过遐个学者，也是遐个台湾歌谣研究者，在我咧看嘛是有这个情形。伊毋是产业界的人，所以人咧甲讲啥，伊就是原文照登，伊拢无甲人生活，无甲人静，无甲人相处，无真正去体会讲台湾歌艺术伫倒位。所以这学者都干那一部摆，都因无咧听台湾歌，无像咱啊，所以。写叶准人的人，我举一个上简单的例，咱拢中文系的，
我大学的同学榜首伫遮，我大学的学弟嘛伫遮，咱拢中文系的，我问恁，研究李白的论文这一本论文里边，可能没有提到同时代的诗人吗？不可能嘛，一定提到杜甫嘛，对不？迄都用卡拉夫想就知嘛。但是这研究叶准的、研究陈达如、研究周天王这些作家，我跟你保证，因连同时代的作词家都不会比较。因为研究叶准的，伊就规本拢写叶准的，就分析，就讲叶准的就是什么医歌书五类，迄毋免硕士论文的，迄大三都会晓。但是咱的台湾国校研究的论文就是这种水准，学位论文就是这种水准。迄对，迄个报告尔，迄那是论文。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哦。好，啊，真福气，就是讲我拄啊，这拢插花啊啦吼。我重点，我咧讲话，迄条线索我拢袂放袂记，你免烦恼。我袂讲也袂记的。头家才会讲，我刚讲到哪里？我等柯文哲个，对无？咱头家无伊的好，咱就要比较认真。所以，拄啊，我咧讲就是讲，确实有真侪人是安尼，所以我真保守。高雄市历史博物馆甲我讲无，老师你来写一本台语流行音乐史，但是我跟你讲，老师因为阮这是没有公开招标，所以迄个稿费只能定在10万元以下。我这生意甲讲，我讲，咱虽然立场无共，恁是公务机关的人但是恁找我也感觉讲真荣幸。所以我跟你讲坦白，你无稿费，我20年来就想要写一本册啊，所以我半暝半。咧困都爱偷笑啊！感谢你，我认真甲写好。这本册伫咧2016年12月结案，其实就拖到今年年初才印出来。我就是拄啊，我讲遮长啦，就是要讲，这本册我起头，我就是对单话琴念歌遮的人的资料写台语流行音乐史。这本册啊，起头对遮写，我先插一个花仔。收束最后一个章节，第7章的第3节，因为我迄本拄啊第7章4节，第7章第3节，我讲一个即马产业界的现象。差1个月前，我去文化部看流行音乐师吕美丽专委咧讲，我真感觉福气，因为我伫产业界，所以我写出这个现象。伊在讲哇，这个事情好像洪子娇也来说过，那时候好像。大家不是很了解，我讲拜托你一定要看完这一段，因为即摆的台语歌拄啊，我咧讲施文彬大哥，因讲来讲，有的人是写新台票，爱写了，为虾米？因为即摆现主是咱甲即摆演讲，这1分1秒，咱的台语歌的市场，真济唱片公司伊的词甲曲拢是买断的，啊，为虾米买断？加后即个物件要安怎共买断？哪会使共买断？遮好的物件要安怎共买断？若是无买断，伊无材料生存。为什么无材料生存？因为讲到这，就要搁甲立法官报告，因为这是真正法律的范围。著作权法内底有一条，叫做强制授权。因为著作权毋是私人的财产，著作权毋是单纯干那私人的财产。这是我这本册最后一个章节。等下我再插回啊啦，等下转来讲我。为什么对念歌写起头啦？这个杯仔若是我的，你若好等你甲我摕，你摕过手，我就听个甲你输赢啦。这个杯仔你过手，我就会使甲你告啊。著作权毋是安尼啦，著作权是讲，这条歌你若写了更较好，你无流传，伊也是无伊的价值啦。所以，咱的著作权法有一条，就是讲音乐作品爱强制授权，发表6个月了后，啥物人都会使来甲你唱，伊甲你买，你袂使毋买。加后这条歌才好听，工会唱了真好听，互你广告6个月，互你独占6个月后，国政若要唱，来甲你授权，输一条行情看偌济，曲一条行情看偌济，你还袂？安尼这条歌才会流传会透，伊才有法度发挥伊的价值，毋是台湾发明的，全世界拢有这个强制授权的规定，只是讲有的是3个月，有的是6个月，有的是1冬。但是咱台湾的生意人外厚，你敢知？自2005年开始。迄个时阵 CD 就无啥人咧买啊，但是有一个物件啊，佫足普遍足实行，到即马嘛佫足侪人咧买，就是电脑的点歌机，电脑伴唱机。竟然有伴唱机的厂商有摘掉，用啥物方法我毋知，去请制裁局
主管机关、著作权主管机关、经济部智慧财产局解说，讲管伫点歌机仔内底迄个米地，迄不包含在强制授权的范围内。啥意思？就是讲出新歌，我若即台机仔，即间点歌机的公司甲买断，恁拢别台点歌机仔拢无在条，搁唱着新歌，这就是即摆的产业的现象。所以因，你敢若我的册会写这啦，因为别人访问的，拢根本就无伫产业内底，拢袂去讲到这啦。所以恁即摆就是爱去唱某一间机仔，才会唱到台语的新歌。啊，这伴唱机的公司倒头做，来，你开唱片公司吼，我3000万，一年甲你3000万，甲你包30块唱片。我伫咧广告讲，这30块唱片来300台 MV， 对无？30块唱片是摕10条歌，300台 MV 拢敢若我遮有，我遮新歌上济，机仔我独家落去卖。竟然自2005年开始，点歌机仔MIDI是不用强制授权的。不在强制授权的范围里面，所以形成独家。所以伊倒头甲唱片公司买啊，我3000万甲你买30块唱片，30块唱片的制作挂拍影，你就爱甲去摘啊！我一地剩100万尔，我100万爱分互歌手，分互作词家、作曲家，分互 MV 的导演。我一条歌当然甲你买1万啊，无我要买偌济？这就是叫做产业界的现象。我写伫这本台语流行音乐史内底，过来要工商服务啊。因为这本册是政府出版品，所以你去册店较歹找，敢若有难有代理。你若用 Facebook 的账号，你用 Google， 你就 Google 台语流行音乐史空格吴国珍，伊就会找出有难迄个文化书局。线上书店，你用 Facebook 的账号登录，寄去到恁兜附近的超商，免运费，搁打9折。啊，讲到这，我搁插一个花仔咧。哦，这个插花仔，今仔讲到10点半，但我看恁也无想要走啊，对无？为着这本册啊，我去甲迄个王小姐要出版啊哦，我去甲参详讲，王小姐，我吼安那想都困袂去。我写台语流行乐史，这本册内底无加一块 CD 互人，要来讲会过。王小姐跟他讲，但是老师，我们印刷的经费哈，我估了一下哈，印书以外，剩下可能只有几万块，怎么办？我来解决了怎么办？我讲2条路，一来我先来找亚洲唱片，当然过去大家原来加减有一寡缘分，咱伫外口拄啊生现，咱的囡仔和博士来甲我相识。我拄啊前瞻讲的观念，恁若感觉值得参考，尽量甲我广告出去。伊讲但台语界拢无人听我的话啊，我讲我嘛无人听我的话啊，我嘛是家己母啊，咱着家己母互社会看，无你认真甲想20当来，咱台语团体，我是真正敢若高教咧，对无？王小姐你看敢有影？拢台语团体找我的少，拢外位。外口的演讲找我的较济，无着电视台叫我去遐去上节目，啊，我去上节目拢有用意的。这咱连讲见面来讲，这莫搁插花啊，搁插花等下连我家己都救袂转来。吼啊，我甲先生讲，我的观念若袂歹，你甲我斗推动出去，或者台语的这研究者、这作词家会价值的所在，因会安尼重新来听。来重视，因咧写台语诗、台语小说，毋通干那家己写，因就要去看讲，啥物事写了上介好。啊，我就一直想，我就想讲，我无教一块 CD 互人，我袂过心啊。你甲我买一本台语流行乐史，我无教一块 CD 互伊，免来过心。啊，我是安讲，永早就大家加减有一寡缘分，外口母了，人台语歌版权上介济，亚洲唱片都原来小可捌我，所以因内底一个王小姐，原来平姓王。人若咧探听台湾歌，有时啊，我哪会叫人甲我联络？我讲无，我无熟无识，面皮结交交，我来拜托亚洲唱片。我将甲即个高雄历史博物馆王小姐讲，我来试看卖。亚洲若袂使，我有 Plan B。Plan B 你知无 ？Plan B 你拢毋知嘛，对无？你来看迄个舒淇甲迄个。我袂记得，迄个有一出电影叫《侠盗联盟》，对无 ？Plan B 就是啥？没有记录。就是见机行事嘛，对吧？我事实我真正有 Plan B 啦，就是讲
老师你知影，就是迄个海山唱片的少年头家郑定奎因囝郑引军吼，伊也甲我诚好。我若正经亚洲唱片拜托袂行，无我来当然海山伊华语的歌较侪，台语的较少，我来拜托伊请一个。拜托伊赞助，我原来面皮去甲教原来教。加早亚洲唱片有甲我支持。尾啊，咱即本台语流行乐书内底，就是教一底16条台语的老歌，有文熙，有洪一峰，有方水娥，有王秀如，有洪地七，有种种即上代表性的台语歌，拄啊16条，我特别拣。细节咱就莫讲，所以一书一 CD，420块打9折，送去到恁兜的超商。有人线上就有地买啊！即摆讲翻头，我即本册的起头，我调工将台语流行乐史的起头写念歌，为虾米？因为我的角度，我的立场，毋是流行乐史尔，我是台语流行乐史，我是用语言的角度，是弹乐琴、下弦仔的念歌，我感觉迄是100年前的台语流行音乐，因为有迄落职业啊，有迄落职业啊，对无？弹乐琴来到恁兜。我来念歌就好，互你听。来念歌的，念一个周成贵大王偌济？20无？较俗的算15啦。即种的你甲出价你就5。你去面单，人一碗阳春面50，你敢甲出40？你绝对毋敢，因为甲你减人参啊，甲你减人蒜头啊。啊，即念歌你甲出，你甲出价，原来会甲你减几落拍落去呢？好。100年前的台语流行乐就是这，一支乐琴，一支弦仔，就这条讲故事互你听。对因来讲，为虾米我讲这是台语流行乐的源头？用台语的语言艺术来甲看，我有我的理论基础，我有我讲这个话基础。为虾米是台语？为虾米是台语流行乐的源头？因为这会走江湖的人，我举上简单一个例就是。铁仔摇玲珑就是家己模仿的陈美珠伊啊。过去即个正十档，有足侪机会，曲老师嘛，咱拢有甲因做伙出去表演。我若用，我就屈伫因边啊。大家坐游览车，我就去找伊，找玉川伯啊开讲。伊就是甲我表明讲，阮外口咧念歌，毋是讲会晓念大马调、五空仔小调、状元调，会晓念歌调。会晓念济人讲，毋是呢，是迄个句调要安怎甲别人无相共。那会晓念迄款别人袂晓念的句调，阮会学了讲即个高念歌。所以你若永远斗句，就是迄落啥物三撇看军队英台看军队连连。你讲迄种凊彩斗，迄种无遗憾，迄种大家都会晓斗。你注意啊，甲我记咧，伊讲较早伊有3年的期间对一个念歌的。歌仙，逐工即个歌仙拢早起写歌词，互美注意啊。阴暗出去卖药啊，出去表演。伊讲伊的歌句有够赞，美注意啊，用记咧我听。伊讲因迄个师傅做肉吹，这肉吹就是用白摇铃咧伴奏，用举白摇铃咧伴奏咧念歌。台湾独家的像美注意啊，嘛是举电椅搭独家的，毋知徐孝顺因感觉讲这足奇卡的，加模仿去。伊讲肉吹的歌句安怎写？肉吹咧念三国，美注意啊，记咧我听。伊讲这叫做咬，这叫做咬片歌，因为这个语言别人想无的。伊讲周朝对关公，上马金，落马银，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送关军长一领新的。剑炮，但是关军长，迄领新的剑炮甲穿咧，外口刘备送伊旧的剑炮甲穿伫外口。其实三国内底也无写安尼嘛，对无？但是骗歌的人就安尼骗咯。结果迄4句人安尼骗，你注意啊，讲我听。伊讲周朝前甲刘备笑，我安尼才讲啊，别人嘛要迄个新衫穿外口，咱你旧衫穿外口。刘关公前甲周朝应。因讲丞相，请你听我禀，迎新起居是小人，我将旧袍穿顶面，就是代念大哥的旧音。伊讲这有在搞骗，毋若安尼咧，讲毋还袂到遮尔咧。伊讲阮肉吹，阮师傅到遮甲我教讲，搁落去迄站你念歌的人爱跳出来，念歌的人跳出来，后壁搁一拍4句咧。讲我歌念到遮真感动，劝人结拜就学关公。
真情真意，坦白讲，心因虽好，故难忘。伊讲这个做搞骗歌，所以这是毋是台语语言艺术、台语流行音乐的源头？这是我的理论基础啊。啊，对遐一路落来，台语歌写歌词的人，就是听念歌研究讲人安那编。老师，我讲这是谈你面前讲是关公面前人大刀啊，人安那编迄个古叫稀罕，对无？伊无留落来，我真无留落来。对，啊，事实那迄个那即摆无留落来，就是足侪已经时代已经淘汰，就编了无好的。就真正编了无好，但编了好的足侪拢留落来。你家己，你研究台语的人，你听着感觉讲，这哪才够编？像如刘先咧念《青德诗集》啊，迄部我特别去甲月球唱片讲，收入去伫咧远景出版社做的迄个台语民间文学采集计划，因为迄个物件有够赞的。迄讲，搁插一个回啊吼，迄讲王祥因某讨客兄，王祥出外做生意，因某讨客兄，迄暗。前6、7期啊。对，因某拄好甲迄客兄讲，正月12就是阮老阿公做产期，你若迄天来，我亲事才奖你，两个就踮遐啉酒欢喜，已经要完成好事啊。结果迄天因翁生意做失败，转来拍门，因某门开开尔，因翁现甲问啊，讲是安尼啊？咱兜乃两块碗两双地，地尾调菜丝，对无？嘿啊，王上因某做啥？或者金锭啊嘛，对无？对，哎，敢是？毋是做金锭啊，吼。王上因某做消局官。消局。老师，你看我甲你考试，你讲毋对啊？消局前甲因，消局前甲因翁因，伊讲你嘛咧无记伫，今仔日就是咱老阿公做产期，做期。对啊，做期是安那两块碗两双地，地尾调菜丝，两块碗两双地。地尾调菜丝就是头拄只减大面互厝边，我减大面互厝边，所以地尾调菜丝，两块碗摆落去，两杯酒要甜啊毋正甜，就是我军离开一半年，我若看到酒杯甜，袂输看君在身边。所以王上互因某还是应该嘛，遐做搞骗歌嘛，所以这就是台语流行歌的源头嘛。好，过来到日本时代，这作词家。我较真啊！我体谅甲你讲哦，我来外口咧演讲哦，我以下要讲的这拄仔是序，我外口别位咧演讲，遮拄开始要讲尔，过来这正经的啦。拄仔以上拢差。参详者，我等于点好啦。老师唔通，我甲你讲，我用唔通，你爱互因吼，后回人客过来，对无？你互因到12点，我等下讲了无路啊吼，我无物件通个讲，安免啦。后回人客过来，今日18袂歹。后回对无吼？看有在大家搁录一摆18无？来，我拄仔咧讲，其实吼，这台语歌的作词家吼，因是无中生有，就是讲，较早是无流行歌啦，较早是啥？较早就是恁咧看迄个《霸王别姬》王，为什么梅兰芳会遮出名？因为伊够搬戏嘛，所以贵嘛。你要看伊搬戏，若毋是去台看，就是好野人生日你请伊来恁兜嘛。但是自从有唱片了后，新的科技造成讲，你会当买梅兰芳的唱片当来听。新的科技造成讲，即马一块唱片一面3分钟尔，所以你去做迄个3分钟的歌来好啊。一边有在条，拄开始发明唱片的时阵，一边有在条5分钟尔，你会去做5分钟的歌来好啊。所以这个产业是无中生有嘛。所以，伫迄个1930年代，北京语的流行歌对倒位发起，你敢知？我以下讲的，我后白讲啦吼，凊彩讲20-30条啊。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神秘女郎，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以上遮的歌，以上遮的歌拢是恁拢绝对一半条你拢嘛捌听，无可能拢毋捌听。4条以下可能捌听。以上遮的歌，大多数拢是伫上海写，若无就是伫香港写，无一条是伫台湾写。台湾的华语流行歌的历史比台湾慢，比台语流行歌慢超上届无，还佫有1-20单。但台湾本土咧写
华语歌的历史啦，闽台语歌上届无过1、20档啦。啊，日本时代，因咧写《何日君再来》的时阵，因咧写《玫瑰玫瑰我爱你》的时阵，因参考啥？无中生意，外国正安尼讲，较早无唱片，即马有啊。因参考啥？简单讲嘛，抽血甲验 DNA， 你就知影这是毋是恁囝嘛？3粒甲面试的8点的拢做这。其实毋免啦，毋免抽血，咱头毛就当验 DNA 啊啦吼。所以你抽血甲验，你就发觉讲，华语的流行歌2种的血统，一种就是何日君再来这种，就是中国的传统的小调的开口。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个小调的开口。另外一种就是啥？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迄个时阵就是伫1930年代的上海，德国人来占一位，英国人来占一位，美国人来占一位。啊，因为中国人拢感觉迄拢是外国人拢是猪嘛，所以拢讲因大所在叫做租界嘛。毋是这个意思。无啦吼，是叫做租界地啦。因为因啊，台西人法官因家己叫来判，免恁中国判，因为地外法权，所以迄叫做租界地啦。因将因美国上流行的百老汇的唱片摕入来到中国，毋才会产生讲中国的作曲家伊嘛甲原来听着，哇，这个曲无简单，玫瑰玫瑰我爱你安尼做咧。迄当阵华语流行歌，我以上讲的2种的开口尔，毋是小调，爱根基啊，小调，你无根基就毋是标准的北京语啊。啊无，就是西洋的百老汇的歌舞剧迄种的开口。台语歌嘛是，伫日本时代2种的血统，头毛甲闽来言，一种就是走江湖的歌戏、南坛后场的这个乐师，因咧写的歌，拄啊我讲的歌戏标准的，无大马调，无七字啊，毋免甲我讲迄叫做歌戏，所以歌戏的形体。新骑白马走三关，摆换数意会中原。放下西凉无人管，一心只想王宝钏。即个7字4句的，以早对念歌、月琴歌先遐。即款的歌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啊。人有真牛真含慢，俗语所讲为人难，一路就行来，连民间家己嘛遐无好。那民间。咱有一个林金城先生，原来台语的专家，伊安尼去金山去即个平溪逐位去录迄个人满地烧煲，迄个民间模仿的嘛。一边看过，迄边论，看到阿娘啊红嘴唇，阴暗想要甲娘困，恐惊恁翁长。就咧演讲，伊迄学者咧讲拢有。啊，阮要走，阮要留，满军的头毛用纸包，等军去后通来透，日日看歌在阮兜，这叫做上游。语言就是上初爱讲对上游，所以你会记得2005年发生一个代志，陈东山外交部长，咧讲新加坡这个平产大国家，拢咧抱中国的蓝趴，结果真侪台语学者出来讲，硬讲啊，讲无啊，迄蓝趴毋是错的话啦，足侪台语学者毋出来淡仔讲。我当阵咧做电视啊，我讲毋对，南拍就是错的话。但是你爱计较的是啥？你爱计较是讲，为什么陈东山讲即句话，联合报甲干掉一礼拜，但是遐女主播穿套装，举一支麦克讲，这条桥剪彩通车已经7次了，已经为了大官要来剪彩，已经通车7次，这个叫马屁桥。为什么也当把屁挂在嘴巴上？为什么因的电视的艺人会当把屌挂在嘴巴上？你爱计较的是这啦。你毋免甲辩解讲，迄2字是有的，绝对毋是，迄绝对是错的嘛。你的计较是讲，为什么看着台语加强30倍，就是表示台语嘛。所以语言活跳跳的语言，绝对对上游，真来甲你讲甲上错的嘛。讲完头，所以伫咧日本时代，即个作词家2种，一种就是对4句连仔去扣，拄啊咱咧讲的等等住啊，轻松的，双人行到青春岭。鸟食凉瓜送人行，溪水清清流袂平，天然合奏音乐声，这是毋是7字4句？艰苦的，秋风吹来稻叶声，单身想月出大田，
看见倒转，双眼影，伤心要好惊人听。7字4句，这毋是对歌戏7字啊念歌传统来无对倒来。好，搁另外一派，我拄仔咧讲的啊，中国的作曲家一种就是小调，就是迄个何日君再来，对民间的传统戏曲去吸收的；另外一种就是当时因流行的百老汇歌舞剧，迄叫做因新调派的物件。啊，台湾伫日本时代1930年代，啥物对台湾人来讲是新调派的物件，就是日本东京来的物件嘛。所以真侪台湾的少年的音乐家，为着要追求一个音乐的理想，伊要去倒位学音乐，当然嘛去日本嘛。丁武宪就是安尼嘛，所以转来写的歌，就是迄个时代日本的演歌的开口嘛。我举上简单的咧，恁拢知影日本的俳句，迄个俳句。就是啥？5字、7字、5字，对无？迄字是音节啦，对无？吼，5、7、5嘛，对无？台语歌就是安尼哦，就是7字、5字哦，满世界拢有即落个哦。我记即条歌啦，袂晓的，大家拢知啦，吼，较紧改善啦。但较紧改善你又无啥会好啊，剩早10分钟咧。若会晓，咱甲讲甲翻点2点啦，即条大家拢会晓，7字、5字啦，恁拢会晓啦。独也无伴酒灯下，清风对面吹。17、8岁未出嫁，撞着少年家。果然飘伫面麻白，上家人子弟。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大疑备。啊，你若去听日本时代原版的78转的曲盘的录音，你会发觉更较趣味的代志，就是这台语歌词，经过一时代一时代的传唱，伊。我拄仔咧讲是讲，是互大众考验了上彻底。台语歌词嘛，渐渐对早期的这作词家嘛，渐渐对读汉文的基础转变做愈写愈白话。因为即块歌第2拍的歌词，是伫日本时代头一版纯唱的望春风，伊的歌词是讲。思要郎君做红婿，意爱在心内。等何时君来采？青春花洞开，忽听外头有人来，开门探看觅。元老笑阮戆大呆，避风骗毋知。迄本来是带有传统诗词的色彩。忽听外头有人来，元老笑阮戆大呆。但是经过70年，连李林秋伊晚年的手稿就写讲：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探看觅，月娘笑阮戆大呆，避风骗毋知。所以台语歌词绝对是大众考验的最彻底的台语文学嘛，这就是我用心计较，一直咧鼓舞、咧宣传的代志。因为你要互人去听有伊才会感动嘛。黄俊良先生，我甲访问的时阵，伊嘛捌亲身讲过，伊讲因老爸咧做戏的时阵，唱迄个八管，就是唱迄个汉文音的，就是唱迄个毋是白话台语，但是伊讲我感觉人客安尼敢若听无介有，我甲改良，互伊变做。大家听较有的阵，咱莫读文言，咱甲读白话。所以有的人咧批评讲，黄俊良伊的台语的诗句，文言甲白话南来南去，人有伊的背景。我拄仔咧讲的，这个人是走江湖的人，伊的目的创造伊的名声，建立伊的地位，发挥伊的知名度。伊甲我讲，安尼落去，人可以听有我咧讲啥。所以伊的诗句啊，拢会甲扣互伊。无论是讲捡古早的，将古早的资料摕来定讲，也是讲伊家己编的，拢会甲捡互伊安尼，互你足简单的听有，伊咧讲啥物款的内容。咧讲重要的，伊讲小人行险将是险，君子固强未必强，万斗罗船沉海底，只因驶进一旁风。将所有的有利的所在拢用完啊，就是万斗的螺旋沉落海底，这一篇的啊。伊甲我讲一句话啊，伊讲咱若做戏，做好出神，人客咧看戏才看会入神。
所以我讲的毋是调工要讲到遮激动的，是我爱讲的出神，恁咧听才听入神，知无？这黄俊雄老师当面甲我教。来，我搁甲讲翻头。一来，后迄个7字4句的，这也是一个形体。二来，后迄个7字5字的，李林秋因咧写望春风，搁有啊，郑志宏咧写秋月，行到溪边水流声，因阮头壳疼。明日思君无心情，怨叹阮运命，嘛是7字5字的，这就是台语流行歌的内路伊的血统，毋是对日本的写词的形体来，无就是对7字啊来的嘛。日本时代开始有这个产业了，希望一代传一代，顶年的写的歌词变做后年的，要落这道，要食这道饭的人，伊的一个研究的资料。啊，你袂使干那研究旧的，你嘛爱变化一寡新的。所以认真的人，就我咧讲，亲像武雄老师，伊毋捌中互家己一条歌词，伊到即摆已经写700-800条歌词发表呢。伊毋捌一条，互我看着讲，老师你拢自家的词咧斗，真正毋捌一条。啊，我对伊真正，这是用心计较的幸福啦。哎呀，足疼痛我嘛足感谢，因为我甲伊是较近见无500面啊，但是 Facebook 阮定定咧开讲。定定咧一寡代志，安尼会讨论2句啊！啊，我会体会讲伊对我疼惜，我会真感动。遮个产业界的人拢是对我安尼咧疼惜，我会深深感觉讲，我会替因将因的作物广告出来，因为因我拄仔咧讲的，对日本时代安尼行落来，台语歌的2项的特色，甲社会吼，即摆另外一个主题，甲是台湾社会2项的特色，一项就是啥？拄啊，我较先贤咧讲，咱这拢是家己母，无人听，无人请。我连甲政府请钱也袂晓，若毋是因为业务官的关系，我是真正是感觉甲政府请钱足费气的啊。拢家己母啊，若有加趁淡薄啊，就加落淡薄啊，就去做。我甲就拄啊咧讲，我本土咧做广告啊。若趁较少，就日子就免讲啊过安尼。啊，其实先贤兄嘛是安尼啦，我嘛对伊足尊重。啊，总是安尼生母甲亲，我看到台语歌社会上2个特色，一个就是我拄仔咧讲，家己母家己行的路，因为伊虽然是流行歌，你若以学者来讲，伊会甲你讲，这叫做文化工业，这叫做不断复制，敢若工程共款，在转迄个 place 吼啥，安尼一直印出来，迄种共款的风格叫做流行歌，但是台语歌是足边缘的流行歌。是政府无甲你栽培的，金马奖50年来，哪有咧重视台湾话？所以拢是民间，恁咧加附话，所以我讲这是台湾大众踏起来的艺术嘛。伊有流行歌的性质，毋过伊是无人听痛，拢干那民间咧甲踏尔，官方较早是无咧补助的。啊，可能是因为安尼，所以甲遮个政府机关我就较袂晓往来，因为甲遮个产业界、遮个前辈者斗阵久啊，会体会讲。因就感觉讲家己母靠家己的艺来发挥，啊若正人抱我声较济，咱就食较好诶。啊若无人要甲咱邀请，咱就家己包转来藏。啊，你讲要正经讲要叫因讲去甲官方去甲政府安那往来，因也袂晓。这台语歌是一种特色，但这种特色拄啊另外一种好处，因为政府无啥咧管吼，所以你认真甲想，若作词家要试验一下新诶。歌路咧，作曲家要试验一下新的歌路咧，嘛较有底通好发挥。这就是台语歌2种特色咯。所以我访问黄俊良老师的时候，我嘛甲问讲老师，40年前你就有在条写迄个《苦海女性》对吧？足侪人拢讲这是女性甲女性恋爱代表的一条歌曲。真侪查囡仔因咧恋爱的时阵，若爱着平平查某啊，伊扣你即个歌内底拢落。描写家己，表达家己啊。讨厌交男子，环境女朋友。讨厌文雅优秀，欢喜学风流。就是讲，可爱女性用即身红啊，即个角色就是女扮男装嘛。人黄俊良嘛甲我回答，伊讲我毋是咧写
女性的同性恋，我是咧写讲，迄当阵社会有真侪女性已经真咬啊，比较查甫无较输啊。啊，我拄仔咧说明讲，你甲想，这若是北京医官啦，当然黄水龙布袋尾啊嘛是用禁掉啦。这若是北京医官，同款者愈简单就要甲你禁掉。所以，伊拄仔因为伊无啥人栽培，同款者无啥咧甲你重视，有法度留落足侪遮足奇卡的作品。这拢是遮作词家、遮作曲家，无人听、无人请，家己行出来的路啊。到目前嘛是啊，因就是艺人，所以因伫江湖咧走，上了紧就是艺。你注意啊，拄仔我咧讲，伊嘛是安尼啊。那电台无伊的艺，就毋免搁讲啊。政府要安补助，迄拢，就我讲的施文斌大哥，伊讲伊从来毋捌请过政府的补助，一角都毋捌啊。你若要靠政府补助，迄著是袂久长的啊！你著要出来拼，啊，因著是拼50档啊！我拄仔是敢若讲到日本时代尔，来到叶俊麟老师因即个时代，叶法官，等下，我袂使搁等下吼。我拜托叶法官，等下来甲我做一个结论，讲一个因爸爸的过程，安那辛苦咧做即个事业，写歌词即个头路，互咱听。等下互伊结论，来，我先搁结论一下。因为我教话嘛吼，搁讲30秒就好啦吼。即个，我真感谢就是咱的产业界，无论讲英国有真侪遮的歌手，洪峰老师也好，文夏老师也好，也是去年互咱真毋敢离开去的郭金华也好，也是作词家、作曲家叶俊麟老师，阮有见到面的。较中原的遮，有来我的节目受我访问的，咱讲的施文斌大哥，也是于天，于大哥，也是武雄老师，伊毋捌来我的节目，是讲阮定定安尼联络，因拢甲我当做家己的人，所以我真感谢嘛，真感动。我看到的产业的真实的现象，我会甲写出来。啊，迄本台语流行历史我写12万字。所以拼起来一本厚厚的，佮加一块 CD， 拢写甲册出来，深深体会讲，用心计较，写甲已经有咧通好写册，出版了无咧通好广告，千真万确。我大家踮遮开讲，我毋是讲叫你去买，毋是，有咧通好写册，无咧通好广告，因为迄是我20年来我就足想要做的一个工作。啊，结果写完嘛，感觉讲还佫足不足的。12万字翕一个嘛无去啊，嘛感觉讲家己无写着啥。我用一段简单的话来结论，就是迄本台语流行历史内底有一篇短短啊文章，千几字尔，叫做《一暝岁光辉》。这个文章的名，我是对武雄老师写予王俊杰大哥的一条歌改过来。伊迄条歌叫做《一暝听光辉》，武雄老师写的词叫做《一暝听光辉》，两眼真珠泪，三更叹话。世界找无伊，千江水万中天，夜夜等待，无人转来阮身边。迄条做一暝听光辉啦，王俊杰伊是北岸的钢琴诗人，我对伊足尊重，伊嘛对我足好啊。啊，我甲这条歌名改一字，变做一暝岁光辉。为什么我要写这篇？因为光辉伫2005年正月初1，2015年正月初1宣布退出歌坛。迄暝，我写一篇1000几字的文章，放伫我的粉丝专页，即卖叫做吴国珍台湾歌谣展。这个粉丝专页，我写讲今晚我流落两逝，一暝岁光辉讲来到遮，我流落两逝目屎，一逝是毋甘，一逝是毋愿。咱讲毋甘愿，啊，毋过我流落一逝毋愿的目屎。原因对从何而来？因为我毋知影讲因即个呢，即马搁伫咧出唱片。我拄仔讲的遮个人拢出超过10块唱片以上啊，上无还搁有5块以上啊。郑俊伟、董玉君、林俊杰遮个人，甲即马个谈台语歌坛搁一坚持遮个人，我毋知影讲因敢有才调亲像江辉甲洪英红，搁再等着一摆台语歌黄金时代的天年，所以我流落毋愿的目屎。一暝岁光辉，我讲到遐收煞。我毋望台语歌，搁有一摆黄金的时代。
台湾话毋通互消失去，互伊有才调讲，伫咧500栋后、1000栋后，亲像我客家下大员，我5万共款，人伫咧怀念苏东坡、怀念李白、怀念白居易、怀念杜甫，人会怀念叶俊麟、怀念陈达如、怀念武勇老师、怀念遮用台语歌写词的遮作词家。以上讲到遮，生意甲你讲的，我外口的演讲，甲今仔日讲的相差足济，这是破心内的话。我过来，我要拜托叶法官来甲我叫人者。有无法官？你来讲，好啦，你来讲，你若要讲这场我就煞。我这算开会啦，过来你来结纸啊，你来叫人买产品啊，你若无讲，我这场要条线嘿。你讲一下今明年吼，咱有足济基金有足济代志要做。今年。恁大家安尼听就知影吼，因为啊对台语歌吼，伊可能讲的吼，才是伊研究的有100%无。今仔讲的吼，所以伫即个台湾歌坛对即个台语的研究吼，当然真侪人啦吼，但是我真幸运熟悉两个人，就是伊拄仔讲起的迄个孙德荣老师吼，孙德荣老师。伊嘛是拢叫伊做老师，伊嘛是对台湾歌足有研究的啦。但是伊用华语讲青出于蓝胜于蓝啦，因为伊佫有即个学术的研究，所以呢，伊佫有深度，佫有跨度。即个伊拄仔讲的迄本迄个台湾流行歌曲的书，我有看过，非常的有深度，大家有迄落当然是爱拜托。迄我稿费摕完吼，都无版税啊，所以你去买拢这里比较侪环境，拢无版税啊，嘿，你去买拢跟我无关系，毋是讲。因为迄是高雄市政府的。迄拢倒转啊，拄仔伊直直提起迄个讲文化公益信托叶俊麟台湾歌谣推展基金，还是阮家乡吼出时资金来请一寡流行歌的即个真有名的人，像伊啦孙德明吼，搁咱对李玲慧老师吼，伊有代志嘿真济吼，像李鸿禧记录下吼，曾英明啦，搁咱有写李晓峰、向阳、鹿晗秀等等足济人15个练员就拄10点。我念我10点，所以呢，我就有炸一个即个瓶装的啦吼，即个是即个本来阮的第一名是洪一峰老师啦，洪一峰过世啦，伊嘛是阮的委员，伊是第2名李鸿禧教授，大家拢捌伊吼，这其实嘛拢伊制作的拢伊甲阮迄落，伊有一年这是2011年演讲的，伊来讲即个古典歌甲歌谣，伊对伊的听堂的成绩。我歹势，敢若早50块吼，送互大家吼，可能有诶有啊，就莫摕，若无诶人用摕吼。今年呢，伊拄仔讲今年拄好阮爸爸过身20年，阮10年诶时有办一个迄个10周年诶音乐会，中间即个8年呢，拢办别人，就拄仔伊定定讲的陈达如啦、郭台成啦、洪一峰啦吼，有客家有袁祖云吼，佫有一寡像曾英明老师啦、迄个向阳老师、鹿晗秀拢讲用讲唱会。你知影向阳老师是大学的教授吼，咱大家会叫伊诗人，伊的本名叫做。我就怕他伊吼，我有讲伊甲阮讲讲唱的，讲唱的就是讲伊的即个为虾米写遮个物件的故事、人生故事，佫放伊的歌。我讲老师啊，我敢若知影你有一条做阿爸的饭包，讲毋是呢，阿爸的饭包，伊叫阿爸的饭包嘛吼。伊讲毋是呢，我的诗互写做歌有200几首。我这个吼，也拢无认识的咧，所以今年8月时，阮会阁举办一个20年，所以阮爸妈敢若头甲尾安尼迄落用伊，剩的拢用别人的迄落吼。这我会用伊，毋是要推崇阮爸爸，是要推崇咱台湾歌谣。我感觉台湾歌谣实在是非常的水，伊拄仔讲的，我是读法律的人，水讲袂像伊遐尼亲热吼。但是呢，我是感觉有影迄个。用摆戒严时期，互人有心人的即个侮辱吼、污蔑吼，讲咱佫粗俗啦，佫无文雅啦，佫啥？你甲读看卖，遮好的台语歌词哦，搭一句有啥物无文雅？伊拄仔读过，伊拄仔讲过，我毋知国手佫会唱歌呢。
伊第一遍哦，伊的处女作献互大家呢，毋是献互我呢。伊处女作伊顶顶摆伫阮遐吼，敢若用念的，歌词拢用念的，伊今仔会用唱的呢。哦，安尼表示伊足够唱。写较歹恁拢。伊哦，伊今仔日月头开啦，伊6月中吼，哇，迄敢若迄落Domingo啊，像安尼足够唱。啊，所以今年20年吼，早欢迎各位来，甲阮大家迄落大概8月吼，可能目前是11伫3联播，啊26伫台北啦。哦，啊，法官佫有甲台湾大学参详，因为叶俊麟老师的文物拢关到台大图书馆，所以9月台大图书馆要佫办展览。嘿，伊要阮爸爸的文稿吼，台湾大学的总图图书馆的收藏，啊，伊即马要办一个月即个，将伊的迄个完毕的文稿呢，伫伊的图书馆呢，啊，甲伊展览出来，安尼是。对8月延续到9月，这足值得期待。系啊，我是讲，若大家对台语歌有兴趣吼，再来大家做伙关心。安尼我就讲。谢谢法官，所以等下大家来听啦吼，过来，反正恁倒来啊吼，也无差过我占一个5分钟的，我要佫拜托就是。辉浩老师爱来讲这话，老师拜托，这真正，你看你来讲，我就你本来无读书你拜托了，拜托，真的，真正的台湾歌谣的达人伫遮，确实。大家好，国籍啊算是少年辈吼，研究台湾歌谣足深入。包括阮即摆所伫咧做的台古早的台湾歌吼。将伊即本台湾流行音乐史，我拢摕来做参考。我对头一直看到尾吼，看真感动。即本书大家若去看的时阵吼，你当了解讲，国珍啊，伊是多年用心。伊不但是对咱民国20年的时阵就开始，伊搁较早，伊拄则所讲，对念歌开始，就开始讲比即摆研究台语歌的人，则搁较深入。啊，看到尾啊，我足感动，啊嘛足感谢讲。伊会当提供即本书互阮做参考，增加节目的色彩。啊，今仔日伊的演讲，会当讲是我听了，我家己本身定拢叫我老师，其实伊才是我的老师，我甲伊足水。啊，希望讲参照伊所愿望的，咱即个台语会当更较深入。有影足侪台语歌词是足优美、足水的，你看伊安尼念，你若是注意去听台语歌，啊，看伊台语歌词，就咱像伊所讲的。咱要学台语，就对台语歌词开始，真强美丽，今日讲人非常的成功，来听你讲的人足多。感谢，谢谢感谢老师。过来，2分钟甲你讲一个故事。你敢知影即摆咱各地庙口咧搬布地？我有一摆借路经过，你知影？因为看到人咧搭戏台，一台发财啊车迄款的，我徛咧看，结果开始开场尔，我心内想干叫一个啦，我哪有人安尼？迄开场吼，迄庙口的布地哦，搭发台啊车一个人咧搬迄哦，开场迄麦克摇起来吼，对后台啦吼，红啊半仙半山讲，咱延续旧年2月初2土地公生日的时阵所搬的圣迄期剑王传第7集的剧情，今日来搬第8集，拄啊等一年看第8集就对啊。旧年剑王传第7集拄啊做甲上精彩的所在，请所有朋友继续收看。所以旧年第7集就要做甲上精彩，人才来看第8集。最后我用2分钟讲一个你毋知影的代志。别人的阿君啊是穿西米露，阮的阿君仔阮是买青蚵，人人叫阮是青蚵仔嫂，要食青蚵仔阮是免惊无。这第一趴、第二趴咱等下来唱。这趴表现啥？你敢知？表现台湾人一种的精神。别人阿君穿西米露，亲像咱柯老师这种的。阮的阿君卖青蚵，像阮走江湖这种。但是当人叫阮青蚵仔嫂，台底啊，这台底嫂啊，卖鱼啊，这卖鱼嫂啊，台湾人的称呼对无？要食青蚵仔免惊无，恁翁穿西米露，要食青蚵仔，就阮翁杀出来卖恁斗才有通吃。这个做啥？这个做地主。第二趴，别人的阿君仔是缘斗仔送。阮的阿君仔话是目睭摊摊，生做水歹是免怨叹，人讲卖红仔话是食袂空。这个做啥？生做水歹免怨叹，
人讲歹翁食袂空，这是台湾人另外一种的精神，或者人份，对无？第三拍才是要紧，别人的阿君啊是大西洋老，阮的阿君啊话是困土骹斗，运命好歹是免计较，哪有认真啊话是会出头。这是台湾人的精神，或者拍拼，所以。文章本天成，妙所偶得之。作词家后写嘛是台湾人，会理解这种的精神。所以40年前咱咧唱《青花嫂》，到30年前咱咧唱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到25年前咱咧唱台北车头高落啦，向前行，啥物拢毋惊。到10年前咱咧唱讲，有人出世着好命。阮是用命咧打拼，坚持。讲到这，就是甲恁讲过讲，另工若有机会南北二路搁看到人广告，讲国情的演讲，恁仔来连续听第8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谢谢，感谢大家。宝宝，今日无品要翕相哦。翕相爱另外加2万哦，我加5人咧。好来。啊，毋过我流落一撮毋愿的目屎，原因对从何而来？因为我毋知影讲因即个呢，即马搁伫咧出唱片。我拄仔讲的，遮个人拢出超过10块唱片以上啊，上无啊，搁有5块以上啊。郑俊伟、董玉金、林俊杰遮个人，甲即马个谈台语歌，当搁坚持遮个人。我毋知影讲因敢有才调，亲像江辉甲洪英红，搁再等到一摆台语歌黄金时代的天年，所以我流落毋愿的目屎。一暝岁共费，我讲到遐收煞。我望台语歌，搁有一摆黄金的时代，台湾话毋通互消失去，互伊有才调讲伫咧500栋后1000栋后，亲像我乞食下大愿，我的望共款。人伫咧怀念苏东坡，怀念李白，怀念白居易，怀念杜甫，人会怀念叶俊麟，怀念陈达如，怀念武勇老师，怀念遮用台语歌写词的遮作词家。以上。讲到这，诚意甲你讲的，我外口的演讲，甲今仔日讲的相差足侪，啊，这是破心内的话。啊，我过来，我要拜托叶法官来甲我结论者。有无法官？你来讲，好啦，你来讲，你若无讲，即场我就煞。我这算开花啦，过来你来结纸啊，你来叫人买产品啦。你若无讲，我即场要这条煞嘿。你讲一下今明年哦，咱有足侪。基金有足侪代志要做，今年。恁大家咧听就知影吼，因为啊对台语歌吼，伊可能讲的吼，才是伊研究的有100%哦，今仔讲的吼，啊，所以伫即个台湾歌坛对即个台语的研究吼，当然真侪人啦吼，但是我真幸运熟悉2个人，就是伊拄仔讲起的迄个孙德荣老师吼，孙德荣老师。伊嘛是拢叫伊做老师，伊嘛是对台湾歌足有研究的人，哦，啊，但是伊吼用华语讲青出于蓝胜于蓝啦，吼，因为伊阁有即个学术的研究，所以呢，伊吼阁有深度，阁有跨度。啊，即个伊拄仔讲的迄本迄个台湾流行歌曲的书，我有看过吼，非常的有深度，大家有迄落当然是爱拜托的。迄我稿费摕完吼，都无犯税啊，所以你做哩要较济话紧，拢无犯税啊，嘿，你去买拢甲我无关系，毋是讲。因为迄是国用市政府的。迄拢倒转啊，嘿。啊，拄仔伊第二提起迄个讲文化公益信托叶俊麟台湾歌谣推展基金，还是阮家乡吼出时资金来请一寡流行歌的即个真有名的人，像伊啦孙德明吼，搁咱对李玲慧老师吼，伊有代志，真济吼，像李鸿禧记录下吼，曾英明啦，搁咱有写李晓峰、向阳、鹿晗秀等等足济人15个练完就拄10点。哦，我念我10点，所以呢，我就有炸一个即个瓶装的啦，吼，即个是即个本来阮的第1名是洪一峰老师啦，洪一峰过世啦，伊嘛是阮的委员，伊是第2名李鸿禧教授，大家拢捌伊嘛，吼，这其实嘛拢伊制作的，吼，拢伊甲阮迄落，伊有一年，这是2011年演讲的，伊来讲即个古典歌甲歌谣，伊对伊的。
疼痛的情形。啊，我歹势，敢若早50块吼，啊送互大家吼，可能有诶有啊，就莫摕，啊若无诶人用摕吼。啊，今年呢，伊拄啊讲今年拄好阮爸爸过身20年，啊，阮10年诶时有办一个迄个10周年诶音乐会，啊。中间即个8年呢，拢办别人，啊，就拄啊伊定定讲的陈达如啦、郭大成啦、洪一峰啦，吼，还有客家有袁祖云吼，啊，佫有一寡像曾英明老师啦、迄个向阳老师、鹿晗秀拢讲用讲唱会。你知影向阳老师是大学的教授，吼，啊，咱大家会叫伊诗人，伊的本名叫做。我就怕他哦，伊吼，我有讲伊甲阮讲讲唱的，讲唱的就是讲伊的即个为虾米写这个物件的故事、人生故事，啊，佮放伊的歌。我讲啊，老师啊，我敢若知影你有一条做阿爸的饭包，讲毋是呢，阿爸的饭包，伊叫阿爸的饭包嘛吼。伊讲毋是呢，我的诗红写做歌有200几首，我这个吼，也拢无变色的咧，所以今年8月是阮会搁举办一个20年，所以阮爸爸敢若头甲尾安尼迄落用伊，啊剩的拢用别人的迄落吼。这我的用意毋是要推崇阮爸爸，是要推崇咱台湾歌谣。我感觉台湾歌谣实在是非常的水，伊拄仔讲的，啊我是读法律的人，水讲袂像伊遐尼亲热吼。但是呢，我是感觉有影迄个。用摆啊戒严时期，互人有心人的即个侮辱吼、污蔑吼，讲咱搁粗俗啦，搁无文雅啦，搁啥？你甲读看觅，遮好的台语歌词哦，搭一句有啥物无文雅？伊拄仔读过，伊搁仔讲过来，我毋知影国手阁会唱歌呢。伊第一遍哦，伊的处女作献互大家呢，毋是献互我呢。伊处女作，伊顶顶摆伫阮遐吼，敢若会用念的，歌词拢用念的。伊今仔会用唱的呢，哦，安尼表示伊足够唱。写较歹恁拢。伊哦，伊今仔日月头开啦，1月中吼，哇，迄敢若迄落Domingo啊，像安尼足够唱。啊，所以今年20年吼，早欢迎各位来，甲阮大家迄落大概8月吼，可能目前是11伫3联播，啊26伫台北啦。哦，啊，法官佫有甲台湾大学参详，因为叶俊麟老师的文物拢关到台大图书馆，所以9月台大图书馆要佫办展览。嘿，伊要阮爸爸的文稿吼，台湾大学的总图图书馆的收藏，啊，伊即马要办一个月即个，将伊的迄个原笔的文稿呢，伫伊的图书馆呢。啊，甲伊展览出来，安尼是。对8月延续到9月，这足值得期待。系啊，我是讲，若大家对台语歌有兴趣吼，再来大家做伙关心。安尼我就讲。谢谢法官，所以等下吼，大家来听啦吼。过来，反正恁倒来啊吼，也无差过我占一个5分钟的。我要搁拜托就是，辉浩老师爱来讲一话，老师拜托。这真正，你看你来讲，我就基本来无多说你，拜托了，拜托，真的。真正的台湾歌谣的达人伫遮，开始了。大家好，国即仔算是少年辈吼，研究台湾歌谣足深入。包括阮即摆所伫咧做的古早的台湾歌吼，将伊即本台湾流行音乐史，我拢摕来做参考。我对头一直看到尾吼，看真感动。即本书大家若去看的时阵吼。你当了解讲，国即仔伊是多年用心，伊不但是对咱民国20年时阵就开始，伊搁较早拄则所讲，对念歌开始就开始讲，比即摆研究台语歌的人则搁较深入。啊，看到尾啊，我足感动，啊嘛足感谢讲，伊会当提供即本书互阮做参考，啊增加节目的色彩。啊，今仔日伊的演讲。会当讲是，我听了我家己本身定拢叫我老师，其实伊才是我的老师，我甲伊合作水。啊，希望讲参照伊所愿望的，咱即个台语会当更较深化。有影足侪台语歌词是足优美、足水的。你看伊安尼念，你若是注意去听台语歌，啊，看伊台语歌词，就咱像伊所讲的，咱要学台语，就对台语歌词开始。啊，真强美哩，今日讲人非常的成功，啊，来听你讲的人足多。感谢，谢谢，感谢刘老师。过来，2分钟，甲你讲一个故事。你敢知影即马咱国地庙口咧颁布地，我有一摆
照路经过，你知道？因为看到人咧搭戏台，一台发财车迄款的，我徛咧看，结果开始开场尔，我心内就干叫一个啦。讲哪有人安尼？迄开场吼，迄庙口的布袋戏哦，搭发财车一个人咧搬戏哦，开场咧麦克摇起来吼，对后台啦吼，翁仔办先办煞讲，咱延续旧年2月初2土地公生日的时阵所搬的。圣迄期剑王传第7集的剧情，今日来搬第8集。拄啊，等一年看第8集就对啊。旧年剑王传第7集拄啊做甲上精彩的所在，请所有朋友继续收看。所以旧年第7集就要做甲上精彩，人才来看第8集。最后我用2分钟讲一个你唔知影的代志。别人的阿君啊，是穿西米露。阮的阿君仔阮是要青蚵，人人叫阮是青蚵仔嫂，要食青蚵仔阮是免惊无。这第一趴、第二趴咱来咧唱，这趴表现啥你敢知？表现台湾人一种的精神。别人阮像西米露，亲像咱柯老师这种的。阮的阿君卖青蚵，像阮走江湖这种。但是人人叫阮青蚵仔嫂，台底啊，这台底嫂啊，卖鱼啊，这卖鱼嫂啊，台湾人的称呼对无？要食青蚵仔免惊无，恁翁穿西米露，要食青蚵仔，就阮翁杀出来卖恁斗才有通吃。这叫做啥？这叫做知足。第二趴，别人的阿君仔是缘斗仔送，阮的阿君仔话是目睭摊摊，生做水歹是免怨叹。人讲卖红仔话是食袂空，这叫做啥？生做水歹免怨叹，人讲卖红食袂空，这是台湾人另外一种的精神，化作人份，对无？第三趴才是要紧，别人的阿君仔是大西洋人，阮的阿君仔话是困土骹头，运命好歹是免计较。哪有认真啊话是会出头？这是台湾人的精神，或者拍拼。所以文章本天成，妙所偶得之。作词家后写嘛是台湾人，会理解这种的精神。所以40年前咱咧唱《青蚵仔嫂》，到30年前咱咧唱3分天注定，7分靠拍拼，爱拼才会赢。到25年前咱咧唱。台北车头高落啦，向前行，啥物拢毋惊。到10年前，咱咧唱讲，有人出世着好命，阮是用命咧拍拼，坚持。讲到这，就是甲恁广告讲，另工若有机会，南北2路搁看到人广告，讲国情啊演讲，恁仔着连续听第8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